来看受到今年3月这低温的影响，伫花莲玉里、富里，也有倒溪乡的山野的山区，虽然讲是有开花，也毋过煞无条果，所以今年有可能是会败收啊。另外，伫富里的60石山呢，是因为这山区真欠水，所以影响到人花。农民表示讲是真需要政府来帮忙。 来到花莲玉里镇的山野山小班，4月山野树原底应该结真侪细粒的山野，不过即马敢若剩1-2粒，而且这剩的山野，因为伫3月份授粉的时受到hạn害，也无一定的大粒。你若是拄到6、7度、7、8度，还是讲10几度，伊开花就无法度授粉，所以讲这像这100粒啊，这有够这啊，这拢空包弹，这拢无效。这无法度大粒。 关府农业处甲花莲农改场实地勘查，初步认定受害面积超过20%，已经达成天然灾害补助的标准，呼吁符合资格农民赶紧去公所办理相关的申请，受理到5月初6。无锡的部分，种植面积33公顷左右，15公顷的面积受到一个损害。那在玉里的部分，26公顷里面有8公顷受到了损害。那富里的部分是10公顷里面大概有3公顷是有损害的情形。 另外，欠水的老问题，伫富里乡60石山也常常造成金针花的状况无好。公所甲农田水利署最近几年一直咧规划起新的集水设施，第一期工程伫今年开始动工，按算5月完工。第一期啊，我们有做了3座的水库，总共蓄水量是1250公吨。3期结束的话，我们目标是在4250吨的一个目标值啦。 农田水利署表示，新设的调脱池主要加设12大的沟仔来闸水，利用自然的落雨，强化集水的效率，会当有效改善山区欠水的情形。这个计划第1期的工程大约经费6000万，第2、第3期的工程会继续进行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